啊！好了吧？好了，停！哎呦！他比听说的还！哎呦！比听说的还！哎呦！哎呦！比我说的！哎呀！我给你听着都饿了，回去没劲，都跑不动了。哎呀，这才可以有手撕猪肉条，不充体力，随便吃，关公。哎呦，今天那大包在哪来的？已经3小时了。我最近在抖音上这双蛋好礼记入手的，这猪肉条。